係而家 OK 嘛？應該聽到有聲。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安娜區塊鏈，又嚟到每週咧同大家定期跟進加密貨幣市場消息嘅時候啦。而家聽到嘛？而家有聲啦，嗬？係啦，咁啊今日就冇嘉賓喺度啦，咁但係今日嘅話題都相當之精彩㗎，主要探討翻最近嘅幣市走勢啦。嗱，除咗幣市之外咧，我哋有美股市場、港股市場、韓股市場，陣間都會同大家拆解一下嘅。因為其實見到環球嘅股市咧都係環環相扣㗎啦。今日嘅話題咧個題目就本身圍繞住 STLC 嚴重脫歐之後，加密貨幣市場出現一啲咩流動性嘅危機嘅。嗱，我哋見到上個禮拜咧，其實 FOMC 咧就開始放鷹啦，嚟緊有機會加息，呢一個係第一個要關注嘅議題。第二咧就係比特幣嘅現貨 ETF 啊，講緊嗰個淨流出嘅金額持續擴大，咁呢一個咧係第二個影響加密貨幣市場流動性嘅問題。而第三日就講緊 MSTR 本身一間咁出名 DAT 公司啦，佢旗下發嘅優先股 STLC 咧講緊本身個面值咧應該要維持喺100蚊水平，但係近日咧就嚴重脫歐，最低跌到去成82蚊嘅美金，咁呢樣嘢咧都深受市場高度關注嘅。咁陣間咧都會同大家咧唔同嘅角度去拆解下，究竟而家嗰個市場嘅流動性出現啲咩問題？如果大家唔想接火棒咧，就記得咧收睇今日嘅內容啦。嗱，我哋先講下環球嘅股市啊。嗱，我哋見到油價咧，隨住成個戰事緩和之後咧，就持續下跌嘅。嗱，油價而家大概喺70幾蚊水平啦。咁呢一個水平咧，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咧，我覺得跌得唔算好急。但係佢有跌。嗱，油價嘅下跌咧，對於市場有啲咩影響咧？油價下跌代表嗰個通脹問題有機會緩和，因為你知道咧，戰事發酵咗咁耐咧，大家最關心就係個油價嘅問題。但係油價嘅問題咧，令到市場擔心咧，嚟緊經濟硬着陸定軟着陸都係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因為如果硬着陸嘅時候咧，其實就不利環球股市表現嘅。但係而家我哋見到油價係開始緩和落嚟，佢唔係一下子急跌，咁所以呢一個有機會咧，市場係好溫和，個經濟都係慢慢咁樣進行之中。因為見到其實個油價如果一夜插落嚟嘅時候咧，我哋會擔心美股係出現一個高位調整嘅風險㗎。但係佢而家慢慢跌落嚟，其實成個戰事受通脹受控嘅同時咧，我哋可以話對個股市影響咧唔算話好大。嗱，再睇啦，第二個因素啦，我哋見到其實 FOMC 上個禮拜就開會啦，開會第一次 Kevin Ross 上場，佢嘅言論對個市場咧有個好關鍵嘅影響。咁佢嘅言論咧，大家都解讀係比較鷹派嘅，因為有幾個原因啦。首先咧，佢就即係而家一個點陣圖就顯示啦，半數官員預計年內最少加息一次，最快10月開始加息，10月、12月都有機會加息。咁加息嘅因素咧，其實影響住成個環球嘅股市嘅，所以 that's why 點解琴日嗰個星期二有大家話嗰個黑色股災嘅加息係其中一個主要嘅因素。但係我哋知道啦，嗱，加息嘅因素咧，代唔代表一定會發生咧？嗱，我哋知道佢啱啱開第一個會議啦，其實嚟緊距離係咪真係10月、12月加息，其實都仲有一季甚至乎更加長嘅時間。嗱，我哋先解讀佢嘅言論，佢本身咧，佢就話美聯儲首要嘅任務咧係穩定翻個價格，對個通脹咧係零容忍態度。其實佢唔想通脹。有人問佢啦，如果你見到而家嘅經濟個通脹好嚴重嘅問題啦，咁但我人工又唔加喎，但我見到出邊賣嘅雞蛋咧就加咗幾倍喎，咁點算咧？咁佢又答得好好喎，因為佢成個記者會我都有睇啲網上嘅影片啦，佢就話其實咧美聯儲嘅職責咧唔係控制你嘅物價，即係佢係有機會想要做到係穩定物價，但係呢一樣嘢咧佢係主導唔到佢一個好大嘅主導權，咁所以變相咧佢答得好不溫不火㗎，即係佢係好認真去答大家嘅問題嘅同時，同埋大家 get 到個 message 咧，其實佢係你可以話佢有一個好不偏不倚嘅一個立場同態度咯，即係同以前阿爆爺係好唔同噶。因為以前爆爺咧，佢講少少嘢或者俾啲觀眾啊記者帶個風向咧，嗰個答法咧，同佢自己有自己嘅立場答嘢咧，嗰個態度係好唔同嘅。同埋佢今次講話取消前瞻指引嗰個部分，佢唔再用嗰個點陣圖。咁係咪冇點陣圖咧？其實唔係，其他官員係交咗個點陣圖，但係佢自己冇交。咁變相佢就覺得呢樣嘢唔重要啦。咁大家又解讀，係咪即係又即係成個會議咁短，所有嘢咁精簡，係咪佢就好鷹派咧？其實佢係唔交點陣圖，唔代表佢係即係佢唔想大家揣測係啦。咁其實而家市場都係過度揣測嘅，咁究竟係咪真係會加息咧？我又覺得
唔可以話一定會加息，主要都要睇翻美國經濟係啦，睇翻油價嘅水平。咁油價嘅水平回落嘅時候，通脹受控嘅同時，咁啊加息仲有冇必要咧？係啦，因為之前大家覺得個通脹唔受控啊嘛，咁就有機會加息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受控嘅時候，油價回落咗嘅時候，個市場又唔同講法啦。咁同埋我覺得油價嗰個即係經濟有機會軟着陸，都係一個好大嘅誘因嚟嘅。咁所以嚟緊油價持續喺70至80呢個水平咧，我覺得係可控同埋受到控制嘅。嗱，咁啊呢個其中一個因素啦，即係聯儲局大家放鷹本身好驚嘅，因為見到成個環球嘅股市出現一個小嘅震盪。咁啊美股琴日同前日咧有啲即係當炒嘅股份咧都回翻落嚟啦，因為講緊 AI 相關嘅板塊，佢個資本開支好大。咁如果利息一增加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影響佢嘅盈利空間。咁所以見到呢啲 AI 相關嘅股份咧係回落得比較大嘅。咁但係呢個係只係其中一個因素。咁主要咧都係要睇翻個加息嘅步伐，同埋加息嘅步伐其實都影響 crypto 市場。你見到 crypto 其實都講緊，即係又挨近61,000啊、62,000呢啲位，大家都驚又會再穿60,000。咁呢個因素係唔可以忽略嘅，因為你一旦加息咧，就即係抽走市場嘅流動性嘅時候咧 ，crypto 咧都首當其衝會受到影響，因為其實佢同息口咧都有少少敏感度嘅。但係我哋要知道而家美股市場係一個好熾熱嘅階段。嗱，如果美股市場現調整嘅時候，你又覺得資金會流去邊啲市場咧？咁會唔會係一個落後少少嘅 crypto 市場會受到資金關注咧？其實唔排除嘅，係啦。但係呢樣嘢冇絕對。我哋見到年底前加息嘅機會係大增啦。6228猶豫係做咩？大家問我呢一個港股係多謝大家支持係咁陣間同大家講下少少股份啦。AI 回落係因為估值啊，係真係炒到好貴嘅估值。咁陣間都同大家講少少 AI 相關嘅股份，因為我覺得呢個節目有陣時講 Web3 相關之外咧，其實即係 AI、Web3 Crypto 3樣嘢環環相扣嘅，即係因為我覺得有 AI 嘅發展咧，Crypto 嘅市場先可以發展得更加好。嗱，我哋見到年底前嘅加息機會就大增啦，咁呢樣係一個即係比較不確定性嚟嘅。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會一定加息咧？其實都唔敢答你，係咪先？因為你其實大家都知道，上年同再上年成日有陣時加息減息嗰啲，未去到最後一刻揭曉咧，你都唔知道佢加息定減息㗎。即係美聯儲啊，或者個市場預測咧係變得太快，所以而家咁早預測定半年後之後發生嘅事咧，其實嗰個準確性咧都唔係話真係好高。嗱，短期內我哋睇住有啲乜嘢重要因素咧？今晚 MU 業績嗱呢樣嘢咧就受到市場高度關注啦，因為 MU 講緊係3大存儲股之一，佢嘅業績好同壞，一旦有少少放緩，成個市場係足以回調同調整嘅，因為佢可以話係市場一個好重要嘅風向標啦，因為你存儲係最先炒起嘅股份，咁存儲之後由關通訊啊或者硬件啊 AI 相關，咁各行各業上中下游都炒起，咁所以佢今晚業績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風向標，佢做得好就固然之好啦，大家繼續 happy 啦，美股繼續創新高啦。佢做得唔好嘅時候咧，大家又會擔心 AI 嘅高估值嘅泡沫會唔會有一個高位調整啦。嗱，我唔係話成個股市會崩盤咁嗰種，唔係嘅。我哋知道佢嘅 HBM 訂單係勁啦，佢個存儲個需求係強大啦，但係佢一有少少放緩嘅時候咧，足以令調整個幅度係加大，即係講緊你一隻股份升上嚟幾倍嘅時候，你高位調整3-4成，其實好合理係咪先？講緊你唔使半年時間升咁多喎，咁所以，但係佢當佢調整3-4成嘅時候咧，你就開始你同我都驚啦，係咪先？或者其他相關產業鏈嘅股份就會驚啦。所以今晚 MU 嘅業績咧好重要，同埋 NVIDIA 股東大會又係好重要，跟住禮拜4公佈嘅 PCE 數字講緊個通脹問題又係好重要。咁我哋先可能停一停啦，如果想入市嘅朋友咧，就可能唔好咁心急住，俾啲耐性，等呢3樣嘢發生咗之後，你再判斷入市嘅方向，追揸定沽或者要 call 定要 put 唔同嘅策略部署。咁我覺得呢幾個時間點係值得大家關注，咁有理由相信咧，即係 MU 嘅業績咧，我有查翻少少嘅歷史數據啦。其實呢間公司炒唔炒業績嘅咧，佢過去幾次業績好勁嘅，勁到係無可挑剔啦，不斷有盈利指標創新高啦。但係佢每次其實公佈完業績當日咧，第二日咧係唔升嘅喎，係啦，即係佢嗰個即係股價嘅表現咧，唔代表個業績做得有幾強。咁所以我覺得今晚大家係咪要衝入去 MU 咧？其實又未必嘅喎，因為其實佢唔係炒業績嘅一隻股份嚟嘅。反而有機會驚佢獲利盤喺高位咧會湧現，令到個股價個波動性更加大，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啦。
好啦，除咗 MU 業績之外咧，今日有一個好重要同大家分享嘅話題就係講槓桿 ETF 嘅一個死亡旋螺旋，sorry， 死亡螺旋。嗱，除咗頭先咧同大家講 MSTR 嗰個死亡機制之外咧，其實我想講埋槓桿 ETF 嘅死亡螺旋。嗱，呢個係咩嚟咧？嗱，琴日個市場咧就好明顯發生咗一個即係所謂槓桿 ETF 人踩人嘅事件嘅，因為你見到韓國正股海力士三星跌得好勁啦，但係槓桿類嘅 ETF 咧跌得更加勁，咁係唔止2倍嘅個跌幅，係啦，咁啊更加多過2倍跌幅嘅。咁呢樣嘢有啲乜嘢要留意咧？嗱，我哋知道咧，成個股市開心升嘅時候，2倍嘅槓桿放大，好開心啦！大家你同我都賺到好多錢。但係而家講緊嗰個韓國槓桿 ETF 咧，個 AUM size 咧膨脹得太大啊！而家講緊佢呢隻 AUM 嘅即係 ETF 嘅 AUM 啦，佢嗰個 market cap 仲大過你正股，咁變相咧其實係嗰個比例咧係唔正常嘅，咁所以咧，你正股一旦下跌嘅時候，咁你槓桿 ETF 咧，其實每一日咧都有個 rebalancing 嘅機制嘅，咁佢嘅意思咧就即係嗰日你升咧就要買多啲正股啦，你跌嘅時候就係賣多啲正股，因為佢要保持翻2倍嘅槓桿啊嘛，係啦，即係佢有個槓桿喺度，咁所以如果正股一跌嘅時候，佢要做一個 rebalancing 啦，令到佢會沽出更加多嘅正股，咁而佢沽出嘅正股咧，講緊韓國呢一間即係海力士嘅公司同三星嘅公司咧，兩間公司係佔成個韓國市值咧係1半有多，指數嘅1半啊，咁所以佢哋呢兩間公司咧嗰個升升跌跌咧，同成個指數係掛鈎㗎。琴日你見到成個韓國個股市咧係熔斷咗2次，就係因為呢兩隻公司嗰個波動性太大，咁佢哋個成交量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咁你個沽壓好嚴重啦，令到個正股再加速下跌。咁你再加速下跌嘅時候，唔排除有啲人買佢，除咗買槓桿 ETF 又好啦，買一啲融資盤，即係可能去孖展去買佢正股，去借錢觸發強制平倉啦，令到進一步一個沽壓嘅情況。咁所以呢兩隻公司係佔成個指數1半㗎嘛，50% 以上㗎嘛，咁成個指數咪直接崩盤咯。咁所以琴日就一嚟就熔斷機制啦。咁你觸發熔斷機制嘅時候，其實散戶就會驚㗎嘛，即係你講緊成個韓國股市熔斷喎，變相我個流動性就會收緊啦。咁啊，散戶一驚嘅時候，你恐慌拋售正股又好 ETF 又好，咁令到個 ETF 嘅規模再縮減，咁呢個即係再平衡嗰個 rebalancing 咧，就會繼續發生啦。人踩人嘅事件，令到嗰隻 ETF 有機會出現一個 NAV 上嘅折讓，係啦。咁呢一樣嘢就係最 worst 嘅 scenario 有機會發生嘅。嗱，咁雖然而家就未發生呢一樣嘢啦，咁但係我覺得市場唔排除有呢啲風險情況喺度㗎，因為琴日即係韓國嗰邊都講到話，即係其實都冇諗到呢一啲槓桿類嘅 ETF 嗰個反應可以咁大，因為韓國本身監管唔到你香港上市嘅 ETF 啦。咁雖然韓國自己都出咗槓桿嘅 ETF 嘅，但係個流動性其實冇香港嗰邊咁高。咁其實當初韓國係覺得本身韓圜比較弱嘅時候，佢又唔想資本外流去其他市場，所以佢先喺韓國股市出翻槓桿類嘅 ETF， 但係發現個交投咧其實同香港股市嘅7709比咧相距咧係有啲距離嘅，咁變相呢一樣嘢咧係韓國嘅政府要做嘅嘢啦，一啲監管嘅問題啦，因為講緊如果你個 AUM size 咧持續膨脹嘅話咧，咁而家韓國嗰邊咧就可能會限定翻啲投資者每日佢嘅交易額度啊，或者嗰個可唔可以增發嗰隻 ETF 嘅 AUM size 可唔可以再擴大規模？呢樣嘢佢嚟緊咧就有機會收緊啦。咁呢一個對我哋港股市場嘅7709都好啦，或者7769都好啦，都會有影響嘅，因為其實你本身韓國股市嘅正股喐嘅時候，對於啲本身 ETF 你發行商都要做翻對沖同做市，都係要透過韓國嘅股市，咁變相係有影響嘅，所有嘢都係環環相扣嘅。但係想提大家就係呢啲所謂嘅槓桿類 ETF 咧，你升嘅時候好開心升得快，跌嘅時候咧佢有機會有一個耗損值喺度嘅，即係變相你有陣時連續又升又跌啦，咁你有耗損嘅時候咧，你跟個價咧個追蹤價咧就會有誤差，同埋我哋要密切留意翻住嗰隻 ETF 嘅 NAV， 佢係日價定折讓係啦。咁如果佢而家暫時係日價咧，其實都 OK 嘅。一旦折讓嘅話咧，佢意思就係本身佢2倍㗎嘛，但係佢唔跟足2倍係啦。咁啊韓國嗰邊嘅講緊呢啲相關嘅 ETF 咧就有呢個情況啦，即係嗰日譬如個韓國
海力士股價升嘅，但係佢槓桿類 ETF 反而係唔升，可能會係跌，係啦，就係有一個好大嘅 NAV 偏離嘅現象啦。咁暫時香港上次呢邊產品就冇呢件事情發生嘅，但係所有嘢我哋要得個知字啦，即係要提防所有嘅系統性嘅風險發生啦。因為我覺得冇人會估到㗎，即係本身發行7709嘅人都唔知道個 size 可以咁大，因為而家講緊7709個 ETF 嘅 AUM 係大過盈富基金，係啦，嗱2800成立咗咁耐，7709係2025年嘅10月先上市，咁啊上市不足1年，嗰個 AUM size 已經可以膨脹得咁大，咁所以如果佢真係持續下跌，正股有一個高位調整，講你唔係調整翻好多，你跌40%啊，佢呢隻咁樣嘅即係所謂嘅槓桿類嘅 ETF 咧，人踩人嗰個即係所謂死亡螺旋嘅效應咧，足以令到韓國股市受到好大牽連啦，所有即係 AI 相關股份咧，我覺得都會受到影響，咁呢樣嘢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好啦，SpaceX 見到有人問 SpaceX 可唔可以跟進，咁睇呢個節目都知道我都會講 SpaceX 啦，因為首先點解要講 SpaceX 咧？因為佢就揸住 Bitcoin 嘅，係啦，佢係 Bitcoin 而家全球如果計埋 Tesla 嘅話咧，SpaceX 加 Tesla 係全球第5大巨鯨，講緊係持有 Bitcoin，咁唔排除第日我哋坐火箭或者揸火箭咧要用Crypto 㗎，係啦，呢樣嘢唔排除嘅。SpaceX 可唔可以跟進咧？SpaceX 有幾樣嘢要留意，我覺得咧 SpaceX 而家好似隻咪咪股咁去炒嘅，點解咁講呢？你要知道本身美股嘅 IPO 咧嗰個波動性係大嘅。如果大家有玩過美股嘅 IPO， 就算我哋抽唔到都好啦，你知道咧上年上市嗰幾隻咩 Coinbase 啊、Robinhood 啊、Circle 啊嗰一類咧，升幾日咧同你急插一半㗎，係腰斬㗎，個價錢係講緊腰斬啊！即係佢係好誇張嘅，好明顯係有大戶控制嘅。同埋 SpaceX 講緊佢流通股少啊嘛，即係而家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市場嗰個流通股而家得個4%係啦，咁有心人就揸住啦。咁而 Elon Musk 同啲前期股東同埋啲大戶揸咗80幾，跟住第一批解鎖嘅股份咧喺7月先出現，咁變相而家咧真係冇高弄低嘅階段嚟嘅，即係有心人係可以冇高弄低啦。咁點解我話佢好似咪咪股咁炒咧？你見佢升，跟住又跌，其實你捉唔到路嘅呢隻嘢。同埋佢講緊咧，佢一日佢大市值啊嘛，1.75萬億市值上市啦，最高升到成2.25萬億，呢個係超級巨無霸size。但係你講緊佢一日跌1成到啦，或者可能1成幾啦，講緊係幾百個 billion 喎。幾百個 billion， 你知唔知幾誇張啦？個概念講緊即係可能幾個山寨幣嘅市值加起嚟都唔夠 SpaceX 一日嘅股價升跌流失咗嘅市值啊！即係講緊巴菲特嘅身家幾倍先係幾百個 billion， 咁所以佢一日可以同你跌幾百個 billion， 其實好誇張。咁所以我覺得佢而家炒緊嘅係一個籌碼上嘅遊戲，多過你睇好佢嘅價值投資。即係 SpaceX 我都喺呢個節目講過好多次，其實我係中意呢隻股份嘅，我覺得佢值得去令大家期待去一個即係可能人類文明進化歷史又好，上太空又好，即係呢啲我覺得係值得大家期待嘅。但係佢而家真係一個籌碼嘅遊戲，流通股太少，係啦，咁大戶就即係其他股東鎖死晒，7月底先分批解鎖啦。咁但係佢唯一一個點解會有人追入嘅情況底下咧，就係因為嗰個納指100指數改變咗規例啊嘛。而家講緊市值如果夠大嘅話，15日就可以納入指數成分。咁變相你講緊而家都係上市冇15日咁多啦。咁你有班即係被動嘅基金同埋大戶，其實就會焗住買 SpaceX。咁呢樣係大家短期內睇好短炒嘅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因為你知道後邊有啲比你更加有錢，又係一定要買嘅接盤俠同你接呢隻股份喎，咁所以有啲人就會追，係咁追，係咁買咁啊，係啦。咁你話我覺唔覺得佢值得要買咧？我覺得呢間公司咧，如果可以回落翻，真係大概可能招股價水平咧，係絕對吸引嘅。但係佢回落翻嗰個水平嘅時候，佢幾時先炒翻上去咧？冇人知，係啦。但係只不過我覺得去翻招股價係吸引嘅。咁變相而家你話可唔可以入場咧？而家個波動性太大啦，即係我覺得美股嘅 IPO 上市頭3個月咧，都係要睇定啲啊，因為佢太容易冇高弄低，你唔係用基本面説話，咁呢樣嘢我覺得大家就要留意同埋小心咯。即係你變到成隻咪咪股咁炒嘅話，咁關注翻比特幣又出現死亡交叉啦。咁市場嘅流動性持續唔喺嗰個即係比特幣市場啦。我哋見到其實有機會失守6萬嘅，我自己暫時睇法都比較偏淡。我覺得而家嗰個 BTC 出現埋多一次死亡交叉嘅話咧，其實就比較淡嘅。咁但係
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啦，如果 AI 熱潮過熱之後，錢要揾一啲吸引估值嘅或者吸引嘅地方，Crypto 絕對係一個吸引嘅地方，即係 Crypto 落到去6萬蚊呢個水平，絕對係如果市場嘅長期資金想部署翻嘅時候，我覺得係會回流去 Crypto 嘅。但係呢個時間點係幾時呢？冇人知，係啦。咁但係呢，陣間都會同大家分析多少少呢比特幣過去一啲所謂嘅牛熊週期高低點嘅走勢，令大家會覺得其實比特幣嘅低點呢，有機會喺今年第3季或者第4季時候出現，咁變相我哋而家有機會已經處於一個熊市見底嘅階段啦。咁你話會唔會插針去到更加低嘅水平？唔排除嘅，即係好似上次咁都掂一掂59000啦，咁啊彈翻上嚟，唔排除會可能下探一啲最低再低少少嘅地方。但係你話再失守50000甚至乎更低咧，我就覺得呢個機會係相當之微嘅。嗱，我哋見翻咧比特幣嗰個現貨 ETF 啊係持續流出啦，咁啊5月嘅單月淨流出係23億嘅美金，係年內最大。呢個流出嘅現象其實都有個結構性嘅特徵㗎，因為其實見到咧一啲低費率嘅新型 ETF 咧，其實係吸引資金嘅，但係一啲高費率、一啲舊嘅 ETF 咧，開始有流出嘅現象。咁啊，低費率嘅 ETF 有吸引力嘅同時，但係你有啲傳統比較即係上市得耐嘅嘅 ETF 啦，嗰個資金就流出啦。咁啊一買之下都彌補唔到成個流出嘅趨勢嘅。但係我哋見到其實成個即係流動性方面咧，即係 ETF 持續流出啦，比特幣嗰個價係唔係崩盤式下跌？因為我哋見到其實比特幣都好 soft 嘅跌得，你由上翻去即係早排上翻去68000少少啦，咁啊再落翻62000啦，其實未去到一個好大嘅價格調整，就算你7萬幾跌落嚟60000嗰下，都係講緊1成幾，但係其實你而家講緊 ETF。5月單月淨流出係創咗年內最大嘅一個月份，成23億美金，但係嗰個比特幣嘅幅度冇佢嗰個 ETF 流出嗰個反應咁大。咁呢樣嘢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住先，即係唔可以話一個絕對嘅因素，但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比特幣嘅價錢冇跟住嗰個現貨 ETF 持續流出嗰個規模性而有一個崩盤嘅跡象。咁價格維持翻喺63000、64000，我覺得係算係一個窄幅嘅區間波動嘅。咁見到其實外圍係有增持，但係增持嘅力度唔夠流出嘅大啦。咁同埋我哋見到嗰個槓桿衍生品嘅槓桿水平其實已經由高峰期大幅回歸啦，即係已經去翻一個理性嘅水平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呢一樣嘢嗰個即係爆倉嗰個比例多同少咧，都係影響成個 Crypto 價格可唔可以回歸翻理性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先睇住即係現貨 ETF 嗰個流出嘅情況啦。如果佢真係流出係暫時停一停嘅時候，或者有翻流入嘅現象，我哋見到會唔會一啲新型嘅 ETF 產品嗰個即係流入嘅規模可以持續咧？因為見到其實坊間有好多唔同新成立嘅 ETF 啊，除咗比特幣之外，亦都有其他山寨幣嘅。咁變相我自己嘅睇法就係等個市場穩定翻落嚟嘅時候，見到持續有流入嘅時候咧，咁嗰個比特幣嗰個價格咧就有一個明顯嘅支撐力度啦。咁但係而家咧都係喺一個流出嘅趨勢。係啦，市場最關心嘅話題咧，都係今日節目嘅重心啦，就係 STRC 嚴重脫歐引起關注。都講過好多次㗎啦，MSTR 咧本身咧我自己嘅睇法咧，就好似一隻上咗槓桿嘅比特幣，你當佢一隻槓桿嘅 ETF 咁啦。因為佢本身升同跌咧都會放大嘅，即係比特幣升嘅時候咧，佢就比比特幣升得多；咁比特幣跌嘅時候咧，佢都比比特幣跌得多。但係最近呢一個所謂放大嘅效應咧，已經開始失效啦。佢自己咧有好多唔同嘅融資工具啦，因為點解佢個飛輪效應失效咧？就係市場開始對佢呢個所謂嘅持續買幣啦喺市場，跟住買幣就增加每股嘅比特幣價值啦，嗰個信心咧受到動搖，因為我哋見到咧其實佢本身冇錢再買幣，因為佢曾經買個幣令到市場擔心佢嗰個融資成本嘅問題啦。咁而咧嗰個飛輪效應失效嘅同時咧，佢亦都本身咧透過呢個 STRC 一隻優先股咧，諗住喺市場集多啲錢嚟到再買翻比特幣。STRC 係咩嚟咧？佢係一個浮動利率嘅永續優先股。佢嘅設計咧本身就係想將目標咧就大概穩定喺100美元嘅，咁而就每月派翻息俾你嘅。咁呢一個機制有啲乜嘢用咧？好多人問Circle 點睇？上次話 BTC 熊市已過，呢個
比特幣熊市結果咧，其實因為我冇水晶球係啦，因為嗰陣時覺得熊市咧基本完結嘅前提咧，我係覺得5月嗰陣時係升嘅，因為嗰陣時成個5月嘅月份咧係未結束啊嘛，咁嗰個即係每個月嘅走勢嗰個結構咧，我哋見到3、4、5月嗰個月份都係錄得升市，所以如果呢一個現象出現嘅話咧，喺過去嘅熊市係未發生過，就有機會咧嗰個熊市係見底反彈。不過不幸地啦，喺節目之後，其實見到嗰個5月係出現下跌，而嗰個跌幅咧喺最尾嗰幾日更加係加急添。咁所以冇人有水晶球㗎，其實因為我其實嘅角色咧都係根據市場嘅趨勢話俾你知最新發生緊啲乜嘢事。咁所以我覺得有陣時大家喺吸收資訊嘅同時咧，即係自己都要即係多啲諗一諗啦，或者企遠啲諗一諗啦，係啦，因為冇人知道聽日後日會發生啲咩事㗎嘛。咁所以當刻5月嘅時候本身升勢好強勁嘅，咁我咪同大家講熊市係有機會完結。但係當5月出現下跌嘅時候，其實成個敘事邏輯又唔同咗啦。咁所以我覺得市場日新月異，每日都有唔同嘅資訊同埋更新唔同嘅消息，咁所以唔可以單聽我講嘅嘢㗎，係咪先？嗱，咁你聽我講嘢都要睇新聞啦，睇唔同嘅人講嘢啦。咁幣價本身佢新聞上反映嘅嘢咧，先係最真實嘅資訊面嚟嘅。嗱 Circle 點睇？Circle 咧最近都比較弱嘅，因為我哋見到 Circle 佢本身都受惠翻成個 USDC 嗰個流通性啦，同埋嗰個法案嘅跟進程度啦。咁我哋見到法案咧，而家暫時都未有一個正式明確嘅即係所謂嘅時間表去持續跟進啦。咁所以 Circle 個股價咧好明顯係即係好似冇乜力氣咁樣上完100蚊之後就回落嘅。咁但係你話成個即係 USDC 嗰個規模係咪縮緊咧？其實唔係，佢都係同一個 scenario 嚟㗎，即係 Circle 其實呢間公司可以開一集去講啊，因為我嗰次睇過好多唔同嘅即係所謂嘅分析或者研究報告啦，我覺得 Circle 個敘事邏輯唔係單單睇 USDC 咯，佢已經係有幾個 structure 可以去再 revalue 個估值，因為我自己好睇好佢本身有條區塊鏈叫做 ARK 嘅，咁佢呢個 ARK 嘅區塊鏈其實今年先正式商業化。嗰個所產生嘅應用場景同埋嗰個潛力其實係好大，咁當然喺呢一刻佢未正式真係賺到好多錢嘅時候，就唔可以用呢一個價值嚟到 revalue Circle 呢間公司。但係如果呢個鏈持續商業化，有一個好穩定嘅收入嘅時候咧，其實佢呢一個業務係幾屈機嘅，係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嘅睇法咧，我覺得 Circle 我都係會偏向睇好嘅。咁但係唔同嘅人買嘅價位唔同啦，咁所以好難一概而論叫你點樣去追揸股嘅策略㗎。咁但係我覺得 Circle 成個敘事邏輯咧係冇改變嘅，隨住即係佢嗰個所謂嘅 AI Agent Payment 啦，同埋佢自己嘅區塊鏈嘅應用技術啦，嚟緊咧佢嗰個增長空間同潛力咧都係好強勁㗎。嗱，我哋再講翻 STRC 先啦，離開個話題好遠啦。佢嚴重脫歐引起市場關注，因為本身佢要保持100蚊嘅面值啊嘛，咁啊本身佢100蚊嘅面值嘅同時咧，咁啊可以令到大家啲人買呢隻股份嘅時候，佢有更加多融資啦。咁啊有融資嘅時候，佢可以喺市場買比特幣，而同時咧，因為好多人買呢一隻所謂嘅優先股啊，佢可以派一個高利息俾市場，咁啊大概係11.5厘嘅年化率。咁啊之前講緊每月派嘅，但係而家改咗制度就係每半個月就派一次。咁呢個即係派息嘅金額好吸引，係咪先11.5？但係都要講少少風險啊！即係我講呢個產品嘅同時，我覺得所有嘢咧，你個利率都高過國債、高過定期嗰樣嘢就係有風險啊！咁所以你話 STRC 係咪冇風險、好安全？喺屋企可以眯埋眼就可以袋11.5厘息？絕對唔係，即係所有嘢你比一樣定期嘅嘢或者國債嘅嘢更加高息，佢就本身就等於有風險㗎，因為冇可能㗎，係啦，你多個定存嘅利息嗰樣嘢本身個產品結構就係有風險性，咁所以呢樣嘢係有風險嘅。佢嗰個飛輪效應，頭先同大家講咧係有機會失效嘅，而呢個 STRC 所謂嘅高利息咧都係唔 guarantee 嘅，咁變相我覺得呢樣嘢大家要留意翻。嗱，咁佢最近咧就即係本身就透過即係100蚊以上嘅話，就好多人買一隻股份啦，咁就可以收息啦，咁佢可以集資買比特幣啦。但係依家佢唔係100蚊喎，佢跌到落82蚊喎，即係而家冇乜人買佢嘅股份，咁佢籌唔到錢。但係你見到 strategy 咧，其實過去2個禮拜咧都
都有買 Bitcoin 嘅。咁雖然之前就話佢32粒賣完之後，成個市場個信心好動搖啦，但係佢轉頭同你買翻300幾粒，跟住又再買多300幾粒，咁佢都持續買。咁嗰啲錢喺邊度嚟嘅咧？咁一開始佢未有 STRC 嘅時候咧，其實佢就係透過稀釋佢股東嘅權益嘅，即係透過增發股份，即係本身 MSTR 隻股票嚟噶嘛，佢透過增發股份咧去令到佢可以融資買幣，咁所以佢而家過去2星期咧唔夠錢啊，咁呢一隻股份咧佢又嚴重脫歐啊，又籌唔到錢啊，因為佢要維持100蚊先可以吸引到啲人入場噶嘛，你持續跌穿100蚊，其實啲人就唔入場啦，咁變相佢又要再稀釋股東嘅權益，增發股份嚟到籌錢，咁啊見到佢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有一個即係隱憂喺度嘅。咁而 STRC 佢進一步下跌，因為 Bitcoin 下跌啊嘛，咁所以係環環相扣嘅喎。但係佢又要提高收益率，先可以吸引到人進場嚟到買比特幣喎佢自己。咁所以咧，佢又需要更加多嘅資金啦，同埋嚟緊講緊你之前買落 STRC 嘅人，你要俾翻息佢嘅喎。咁你啲息嘅錢又喺邊度嚟咧？咁變相呢一樣嘢又係佢而家面對緊嘅問題。咁所以佢又曾經有講過嘅，就係話呢一個所謂嘅即係崩盤嘅趨勢，比特幣係講緊跌到去2萬幾蚊先至威脅到債權人，但係其實冇 guarantee 嘅呢啲嘢，即係佢講就係咁講，同埋你點知 STRC 個 size 有幾多人買啫？即係你持續好多人買嘅時候，你要俾好多息人哋㗎嘛。咁你嗰一刻講嘅時候就話比特幣去到2萬幾蚊先威脅到啫。咁如果你持續好多人買你呢隻嘢嘅時候，你又要俾更加多息嘅人嘅時候，咁比特幣係咪真係跌到2萬幾蚊，你先威脅到個債權人嘅權益咧？其實又未必一定係。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11.5嘅利息咧，真係唔係一個無風險嘅天堂嚟嘅。大家要留意翻背後比特幣持續下跌，佢個融資渠道會收窄嘅時候，成個結構性嘅壓力就會逐步浮現㗎啦。嗱，我哋見到比特幣嘅價格其實係由高位跌咗差唔多50%啦，咁啊 strategy 嗰個持倉嘅帳面價值係大幅縮水嘅，咁呢一個係最前提嘅邏輯，令到佢點解要即係轉用第二樣嘢嚟到集資買比特幣，係啦，咁而最近佢亦都打破咗佢原則啦，佢本身話從此即係佢本身係話唔賣比特幣嘅，但係佢而家都打破咗永不出售嘅原則，係賣個32粒比特幣。咁你唔排除日後佢又要再派息俾人嘅時候，佢唔夠錢又再賣幣喎。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有個爭議點喺度嘅，因為你唔會知道佢背後要越嚟越多人買呢個產品嘅時候，你就要付更加多嘅息。咁佢而家話佢手頭上嘅現金咧就可以維持大概6個月嘅水平嘅，係啦。咁啊，如果隨住更加多人買嘅時候，佢嗰個現金水平會唔會唔足夠咧？同埋講緊呢個死亡螺旋，股價下跌令公司派得更加多嘅息啦。咁你派得更加多息嘅時候，其實佢就要籌更加多錢啦。咁呢樣嘢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所以佢每跌穿100蚊嘅時候，其實佢嘅利息就會向上調啦。咁你再跌到去82蚊嘅時候，其實佢個息又再加咗落去嘅。咁所以呢樣嘢係一個無限嘅線，即係無限 loop 啊！如果比特幣個價格持續唔升嘅話，係啦。咁所以咧，有啲分析師咧就講咗3個情景嘅。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持續稀釋股票嘅權益啦。頭先同大家講過就係 MSTR 發多啲股，咁稀釋翻個股票權益。咁但係咧呢樣嘢咧就會令到佢個股價嗰個所謂嘅 MNAV 啦，每股持有比特幣本身係1㗎嘛，即係1係健康㗎嘛，咁就會跌穿1啦。咁呢一樣嘢就係一個最明顯會出現嘅情況啦。第二就係佢繼續賣幣，係啦，有第二個情況就係佢繼續賣幣啦，爭取翻啲時間嚟到令到兩方面嘅股東開心啦，咁但係佢會出售比特幣嚟到還息啦。第三就係唔派息，係啦，即係隻股份唔派息，咁佢咪乜事都冇咯。你唔係 guarantee 㗎嘛，11.5厘息係咪先？咁佢唔派息，咁佢咪有錢去繼續營運咯。咁但係有3個情況出現啦，咁3個都唔知道係邊種㗎，但係有呢個風險因素喺度，大家就要留意翻咯。係啦。咁啊，有啲人就將呢件事同 Terra Luna 事件混為一談嘅，咁但係其實真係完全唔關事嘅。佢係有佢嘅風險，但係同 Terra Luna 係完全唔同。Terra Luna 講緊 UST 係一個算法穩定幣，咁背後係冇任何嘅資產抵押嘅。但係你 MSTR 背後有84萬粒比特幣㗎嘛，佢係有資產抵押㗎嘛。咁而 Luna 咧，佢嗰個機制咧，製造呢個算法嘅穩定幣嘅時候咧，可以係隨時製造，可以增發嘅。但係你比特幣本身買咗咁多就係咁多㗎啦，咁有個供應上限嘅原理喺度，但係 Luna 咧係講緊可以不斷增發嘅。咁
咁而當時嗰個信心崩盤嘅時候咧，就形成咗一個死亡螺旋啦。就係本身佢 Luna 個價格下跌，令到 UST 呢個穩定幣嘅信心受到動搖，咁啊出現咗一個脫歐嘅情況。跟住 Luna 再大量增發，令到 Luna 嘅價錢再進一步下跌。呢個係Luna 即係 Terra Luna 嘅時候嗰陣時嗰個死亡螺旋。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 STLC 係兩樣玩法嚟嘅喎。而家個 STLC 係一個即係喺冇人買佢嘅情況底下，你去爭取派高息，然後你又要還翻息俾佢嘅時候，你有冇錢去繼續做咧？呢一個死亡螺旋同嗰個螺旋係完全唔同，所以係唔可以混為一談嘅。咁但係兩樣嘢都係有少少所謂嘅潛在風險啦，同埋有個槓桿嘅形式啦。咁你問我成隻公司會唔會話歸零啊？咁啊，飛輪效應失效之後，咁會發生啲乜嘢事啊？咁就係頭先同大家講過嘅3個 scenario 啦。一就係 MNAV 會跌穿1啦，稀釋股東嘅價值啦，即係你買一手 MSTR 嘅時候，其實你係已經輸緊錢俾佢啦。第二就係所謂真係會停止派息啦。第三就係佢會持續賣出自己嘅比特幣。咁呢3個情況咧，就係我將會見到，如果呢間公司唔掂嘅時候會發生嘅情況啦。好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佢都有增持比特幣啦。咁啊，頭先都同大家講過啦，就係稀釋咗股東嘅權益買 BTC 嘅。而Strategy 嘅 CEO 咧就派定心丸啦，佢就自己身體力行喺過去1星期嘅時候咧，就買 STLC 啊，因為你冇人買 STLC，咁佢同你買啦，就同大家講，都仲係安全嘅，收到息咁樣，係啦，咁啊即係派下定心丸嘅啫。嗱，MSTR 嘅股東要注意啲咩地方咧？就係頭先我都有同大家彎 up 過㗎啦。咁啊，即係其實你要注意嘅就係一啲風險因素啦，因為 STLC 持續跌穿100嘅時候咧，Strategy 冇辦法再透過休資管融資嘅時候，就會增發 MSTR 嘅普通股嚟到集資。咁你變相每一股嘅 MSTR 分配嘅比特幣數量咧係不斷減少嘅，咁所以係唔抵買嘅，變咗隻股份係啦，即係你投資 MSTR 嘅時候，見到 STLC 持續脫歐嘅話，會令到你要買即係你因為買佢嘅時候，你覺得佢有好多比特幣，有個好似比特幣槓桿效應啊嘛，但係而家呢個效應係失效嘅，即係你係唔抵買嘅，係啦。咁不如你買翻比特幣係咪先？係啦。第二咧就係佢嗰個日價嘅泡沫嘅破裂啦，講緊市場擔心佢日價嘅空間啦，所以 that's why 點解過去1年比特幣跌咗大概最多係50%到啦，但係 MSTR 講緊最多跌咗成70%喎，即係佢個日價已經係即係跌又跌得多，升又升唔足咁樣係啦。咁所以持有 MSTR 嘅投資者要留意翻佢嗰個 BTC-yield 啦，即係比特幣個收益率係維持喺幾多啦 ？MNAV 維持係咪1嘅健康水平啦？如果持續下滑嘅話咧，就代表呢間公司嘅飛輪效應已經失效啦。本身由你係買佢係提升佢股東嘅價值，變為稀釋現有股東嘅權益，咁啊完全同你買嘅時候相反嘅。咁啊，大家唔好真係投機味咁重啦，即係呢隻股份你買佢就係因為你覺得你買佢一股就代表你可以持有嘅 Bitcoin 更加多啊嘛，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咁樣嘅敘事邏輯。但係如果呢個敘事邏輯係改寫嘅話咧，咁啊成個古仔就唔同講法啦。咁點解我唔買翻 Bitcoin 咧？係咪先？即係如果你睇好 Bitcoin 嘅話，咁所以呢個風險因素咧，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好啦，咁啊見到係咯，日價失效啦，咁佢大概103蚊呢個邊咧係一個重要嘅支撐嘅，係啦，咁暫時未失手嘅，但係嚟緊真係唔知會唔會失手。如果比特幣一嘢同你插針去到5萬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就嗰個日價就會失效，同埋嗰個股份咧就會有一個明顯嘅所謂嘅技術性失手嘅位置啦。好啦，我哋睇翻比特幣嘅牛熊週期啊，咁啊點解頭先一開始同大家講咧，其實第3、第4季係有機會可能比特幣再去一個即係比較容易見底反彈嘅階段啊，因為我哋見到其實過去嘅歷史咧，每次牛熊週期嘅高低點咧，其實嗰個跌幅嗰個 percentage 最大嘅跌幅咧係不斷收窄嘅。講緊之前一開始嘅週期咧，由跌成90%啊、80%、70%。依家咧就大概跌咗50%到啦，咁啊未知幾時完，但係有理由相信佢不斷收窄嘅同時，其實你話50%係咪完咧？其實係有機會差唔多60%嘅，咁市場就預計，如果你差唔多60%嘅時候，其實就變到去到5萬蚊嘅位置啦，咁所以點解個市場就覺得係5萬零蚊係有一個明顯嘅支撐位咧？
同埋我哋見到咧，其實你鏈上嘅數據就係話你實現虧損嘅比特幣大概嗰個平均成本價都係講緊喺52,300呢個位置，咁所以大家都係好覺得52,300就係佢呢一浪所謂嘅熊市嘅一個底部嚟嘅，咁暫時係未去到呢個低水平。咁我哋見到其實每一次唔同嘅週期啦，嗰個最大跌幅不斷收窄嘅同時咧，如果用高位同高位之間嘅去計算嘅話咧，其實又係縮小緊嘅喎，即係你每一個循環你有一個高點同高點啊嘛。咁第一次嘅循環其實因為嗰陣時比特幣個 market size 唔係好大啊嘛，佢係講緊升緊成幾十倍嘅。第一次嗰個循環係升緊3632%，係啊，即係成30幾倍。咁之後第二次啦，去到2013年啦，你由1,200蚊升到去19,000蚊，就升咗14倍。跟住之後就慢慢縮啦。第三次2021年講緊升咗2倍幾。咁啊今次咧1倍都冇啊！你由69,000蚊去126,000嘅時候，咁所以呢個循環頂同頂之間嘅升跌幅其實都有一個明顯嘅放緩趨勢，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嘅睇法80% 可能未夠嘅，係啦。咁你大概你每次縮啲，咁會唔會今次大概都係去翻50,000零60,000蚊呢個水平咧？咁亦都係市場覺得有機會存在同發生嘅事。同埋講緊4年週期嗰樣嘢，雖然話大家有機會失效啦，因為今次嗰個牛市嘅最高點126,000係早咗出現啊嘛，所以大家就會覺得係咪失效咗啊？但係如果我哋撇除佢唔係失效嘅時候咧，其實大概出現最低位嗰個歷史數據點咧，就會發生喺今年嘅第3、第4季，大概10月同11月之間，係啦，9、10、11之間啦，係。咁所以喺一個跌幅嘅趨勢，我哋見到每一次佢都跌得更加淺啦。咁而喺一個最低位嘅出現嘅時間點咧，大概就係喺你所謂減半之後1年多少少嘅時間啦。咁如果呢兩樣嘢真係吻合嘅時候，其實今年第3、第4季都係一個部署嘅好時候，係啦。咁我覺得今次佢比特幣最大嘅分別就係以前嘅買家係散戶，而家嘅買家咧係機構。咁呢樣嘢係一個好大嘅結構性轉變嚟嘅。咁所以唔可以盡信翻以前週期嘅歷史，但係我哋可以睇數據、睇流動、睇方向嘅時候，會覺得其實都有人係配置緊呢個市場，即係佢啲人係配置緊呢個市場，呢個趨勢冇改變到㗎。美國養老金入場配置比特幣嘅 ETF。呢啲呃唔到人㗎嘛？你市場上 ETF 嘅流動性係持續㗎嘛？你講緊山寨幣唔炒啫，但係都有人買，同埋山寨幣都出 ETF，呢啲都係機構會入場嘅一啲資金嚟嘅。咁所以成個即係成日啲人有陣時好淡就話，係咪成個比特幣已經即係成個市場玩完啦咁樣，即係覺得好似已經冇希望啦咁樣。其實我覺得又唔係嘅，只不過大家真係要等翻有現金流、有應用場景，你個合規翻嚟啦，嗰啲政策翻嚟啦，機構需要翻嚟啦，你美股一嘢大崩盤嘅時候，或者美國嗰啲 AI 股份喺高位回落翻，唔係當大崩盤，回落翻2-3成嘅時候，其實嗰陣時 crypto 就係會有一個反彈咯，即係你係要等嗰一刻啦。咁所以而家係一個正可以 ready 好自己去部署喺低位持續佈局嘅時候咯，即係我覺得唔係成個行業真係玩完嘅，係啦，即係呢一樣嘢大家要知道自己買緊嘅係乜嘢，同埋知道呢一樣嘢係一個大方向大趨勢嘅嘢咯，即係 AI 你相信嘅話 ，crypto 其實就係 AI 一個最大嘅應用支付場景啦，係咪先？咁所以所有嘢都係唔會永遠上升或者永遠下跌嘅，係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啦。咁有新聞就話比特幣200週線係買入嘅好時機。咁呢啲數據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可以睇下咯，即係參考咯，咁唔係絕對嘅。咁佢又講到啦，2017年以嚟咧，僅10%嘅交易日咧出現過呢種現象，而歷史上如果真係穿咗200週嘅均線嘅時候咧，咁就係一個千載難逢嘅買入時間點啦。咁中位嘅報酬係超過1倍嘅。咁佢呢一個有少少 massage 嘅成分啦。咁冇嘢係一定會發生嘅。咁但係佢有個歷史數據話俾你知，其實佢一穿嘅時候咧，就可能係一個好嘅入場時機啦，因為你持有呢樣資產或者一個資產類別嘅時候，你唔係持有3日就玩完啊嘛，你以一個中長線持有噶嘛，你睇好成個區塊鏈嘅技術噶嘛，咁所以你中長線持有嘅時候，可能真係去掂一掂200週線嘅時候係一個買入嘅好時機咧。
好啦，嗱咁啊 IPO 頭先同大家講完 SpaceX 啦，咁啊 Crypto 界都有 IPO 嘅，講緊呢一個 Kalshi 嘅 IPO，咁呢間係咩嚟咧？呢間係你當係 Polymarket 啦，但係佢係一個合規版嘅 Polymarket，咁啊集資額都大嘅，嚟緊今年有機會上市，咁我覺得 Kalshi 上市對於成個加密貨幣市場都係一個好重大嘅里程碑，係啊，因為如果大家有玩過 Polymarket 都知道 Polymarket 係用 crypto 進行交易㗎嘛，咁而呢一間 Kalshi 咧，佢就係一間可以話係合規嘅，可以合規賭博嘅交易所啦，係啦。咁而佢咧個收入咧係相當之瘋狂㗎。佢點瘋狂咧？有少少財務數據同大家講下，年化營收20億美金，半年增長3倍，估值去到220億嘅美金，5個月內直接翻倍，年化交易量有1780億嘅美金，機構交易量狂飆8倍。咁見到其實呢一個即係數字嘅所謂賭博嘅遊戲，唔係單單係一個場外嘅市場，係連機構都參與，因為佢係走合規路線嘅呢間嘅所謂嘅預測市場。咁而 Polymarket 咧就係講緊一個去中心化，即係兩者都唔同嘅，咁所以各有各做嘅。咁如果佢上市嘅話咧，就即係 crypto 界嚟講又有另一個玩法啦，咁再加上而家世界盃啦，咁你 Polymarket 同 Kalshi 都係一個交易量再創一個可以話好瘋狂嘅紀錄嘅一個重要嘅時刻嚟嘅。咁佢上市啦就嚟啦，咁啊220億估值，我覺得都值得大家期待嘅，因為其實講緊成個 crypto 市場啦。你 RWA tokenization 係其中一個主要嚟緊要敘事嘅邏輯或者一個上升嘅前提啦 ，AI 嘅 agent payment 係一個上升嘅前提啦，令到成個 crypto 市場可以蓬勃啦。而預測市場咧亦係第三個咧，我認為咧，即係點解要買加密貨幣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平台同渠道，因為 Polymarket 大家有接觸過，就係要攞 USDC 嚟做交易㗎嘛，咁所以呢樣嘢咧係有啲屈機㗎，即係佢唔收傳統嘅支付 payment， 同你收 crypto， 而嗰個 market size 可以大得咁快嘅時候，大家就知道，連合規都同你進場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其實 crypto 係真係有應用場景㗎。好啦，咁啊今日分享咗好多唔同嘅話題同內容啦，咁啊希望即係大家今日嘅短短1個鐘頭內嘅影片啦，都可以學到唔同嘅嘢啦，即係最後都覺得。即係大家覺得 crypto 呢個市場好悶啊，但係我覺得就係悶嘅時候咧，先至要佈局啊，都係呢一個即係背後嘅邏輯都係冇變。咁大家投資嘅時候其實都要一齊成長啦，即係因為我覺得每一次復盤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咁啊冇一個資產價格永遠升或者永遠下跌。咁喺跌嘅時候佈局，你覺得佢係值得吸納嘅，每個人風險胃納程度唔同，你覺得佢值得入場嘅時候，就應該喺低水平冇人關注嘅時候吸納咧，咁樣先至可以賺盡升浪㗎。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如果大家都中意個影片分析咧，就俾個 like 支持下啦，同埋按訂閱關注呢個頻道。下個禮拜咧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即係 crypto 相關嘅市場消息同埋資訊啦。下個禮拜見，拜拜。